做一个芋泥的夹馅，对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相信呢，很多人对于芋头、地瓜这2样食材是非常喜欢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，就是有点咸咸甜甜的，然后还有蛋的部分会教大家怎么做美式滑蛋。哦，好。对，那芋头的部分呢，你可以用蒸的，也可以用水煮的方式。那蒸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切小片。那水煮的话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怕水煮的时候它可能会散掉，或者是起来都糊糊了。对，那你就不要切得太小丁。其实它芋头在熟的过程其实是还蛮快的，大概我觉得我自己估计10分钟以内绝对可以熟透的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我们芋头的部分要趁热。捞起来的时候呢，尽量把水分沥干。那趁热的时候，我们加无盐奶油，一点油脂是。然后我是觉得糖的部分可以尽量就不要再加了，因为我们台湾的芋头其实它口感甜度都已经 OK 了。然后一点点的盐巴 ，OK， 嘿，这样就把它和一和。那喜欢有口感的人呢，就是不要全部压成泥，留一些小丁。对，这样子的话拌在一起，你在吃的时候，会有芋泥，又会有芋头馅的感觉。对，那我今天有加一个秘密武器。好，又是秘密武器。观众一定想说，不要再说什么秘密武器了，一点都没有秘密，网络上一趴文全部都有。好啦，真的哦。好吧，那是什么武器？来，这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我看起来像豆沙馅啊，莲蓉沙豆沙馅吗？对，真的啊，真的。那呢，芋头泥加豆沙馅可以加分它的口感，还有它的香气。哦，对。那如果家里呢，你觉得要去买，我是觉得买现成的，其实现在都做得很好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是自己蒸。就是现在莲子盛产的时候，或者到那个台南白河镇呐，对，哦，那个莲子盛产多的不得了啊！你拿铁灯来煮煮也捣成泥就是了。对，然后和在一起。好，那这是芋头的部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呢先把吐司，那吐司的部分呢，其实也不用烤箱，直接用我们的干锅下去烘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我稍微这样子的状态就好了。好，它就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样，因为我觉得烤得太酥脆的话会虽然有口感啦，可是会太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处理蛋的部分。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处理好之后，再来做一个组合。好，那蛋的部分呢，今天我很贪心，我用4颗蛋。对，我好喜欢吃蛋。然后呢，做美式滑蛋有几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要加一点点糖，让它的那个组织比较绵细，是吧？然后糖的话会端吗？把它的水分会锁住。蛋里面，因为蛋里面还有，我还以为是加鲜奶油有鲜奶油也有，对，鲜奶油还有呢，我们在打蛋的过程当中呢，要轻拌，不要把空气打进去。这个是秘密武器，这个真的叫不要把空气打进去。你看呢，我们的新鲜的蛋其实它是有弹性的，对。那如果我们把它用得很大力，它会变水水的。对。那我们呢，轻轻的拌，我们需要呢蛋白它有一个弹性在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加牛奶，也可以加鲜奶油。鲜奶油。对，那你如果加鲜奶油的话呢，你油脂的部分就可以减少，因为鲜奶油的油脂比较高。那加牛奶的话有一个比例哦，1颗蛋加5cc。1颗蛋加5cc。对，就我们以1颗蛋50克来讲，5cc等于10比1。10比1，这样大家会比较好记。好，就算鲜奶油加进去，我们也是尽量不要把空气打进去。对，你看，我都是这样子轻轻的拌而已。做这个美式滑蛋一定是低温慢慢让它去熟成，然后只要煮到8分熟就好了。那会不会等一下吃的时候这样刀子一切爆浆？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就精彩了。好吧，现在都很流行啊，对，那种 omelette 那种什么蛋包饭啊，是，你去查网络上日本很夯的那个是预约，你根本可能要排1年或半年才吃得到所以我在想，今天我也很好奇，今天这个滑蛋可不可以做成这样子蛋包饭？可以的哟，来，注意哦，如果你温度太高的话，记得就是锅子稍微提一下。奶油最怕温度高了。对。这个时候呢，蛋倒下去，
不要急着去动它。我们不要急着去动它哈，温度稍微上来一点点。好，温度上来了哦，旁边已经有凝固的状态了，对，往中间拨。好，哦，滑蛋是这样子做的。对，往中间拨。你这个时候呢要离锅了，离火，就是要有点片状，然后又不要太散。好，这样子的状态，慢慢的让它凝结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不要再加热了。因为呢，它里面已经有温度已经上来了。我们如果再继续加热的话，我们的蛋就会过熟了。OK， 好，对。那趁这个时候，我会加一些调味料。像我女儿最喜欢吃这样的蛋，然后她每次都吩咐说：“你煎蛋哈，不要把那个蛋煎死了。”她每次讲这句话，我就讲，真的很可爱的形容词。她说，她不是说她要吃有点生的蛋，她说你不能把蛋弄死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弄死的蛋。对，厨娘要不要尝一口看看？你怎么知道我很想？因为我的面包已经干掉了，我很想夹面包来吃。夹面包哦 ，OK 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美乃滋哦。是的，增加它的滑度。因为美乃滋也是很油啦，对不对？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对。然后你的味道呢，就是你的咸度可以自己调整。我现在是加胡椒盐，好，我没有加那个盐巴。哦，真的耶，还会滑出来，而且可是它是熟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它是熟的。哎，我现在吃这个很有罪恶感哦，不是因为说这个好吃的罪恶感，是我觉得我做的早餐真的太难吃了，我们家人怎么吃得下去？我的蛋都是哇，不会、啊，吃起来是好像还要拉扯才会，因为我很怕吃生的，所以我就会把它弄得很熟。我们的难怪我女儿说，哎，拜托你不要把蛋弄死。这个就是我在外面吃的那个滑蛋，美式滑蛋。对，美式滑蛋，哎，超级好吃哎，真的哈。厨娘说好吃，我就有信心了，真的超级挑嘴的。对。那现在要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组合哦。那我们要组合之前呢，记得你要先铺那个保鲜膜。哦。等一下呢，做好时候要先把它包固定，再去切，它才不会开掉。难怪我每次都是急，对。然后每次在砧板上面就这边把它再挪一点进去，因为它那个馅料都已经洒出来了。OK， 不要太急，不要太急。好，那我呢？芋头，你要先芋头也可以，然后你要先蛋也可以。那我会先用芋头，因为蛋比较滑。对，那有芋头做底部的支撑，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容易散掉。那像这样的话呢，我也可以在最底部的时候，我再加一点生菜。不要啦，这样已经很精彩了。再做生菜的话，我可能清晨3点就要起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撒上。而且这2个颜色配在一起也很漂亮哦，淡淡的鹅黄色。等一下还有哦，等一下还有秘密武器哦。哪可能那么简单就放过了？我们香香从高雄上来台北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坐在他旁边，他太多的武器了，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危险人物。要包住，尽量把它包紧贴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，就要准备切它了，对不对？先从一个点下去，先从一个点下去。你看我没有压它，好，来，现在切开的状态是这样哦，还没完成，我们要摆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了，保鲜膜撕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海苔粉吗？对，它的颜色就跳脱出来，而且又增加了一个香气哦。厨娘要不要试试看海苔粉香气？我很喜欢海苔粉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份早餐？院子里面再栽一朵花，是把它摆上去，然后一杯咖啡，